女子400米自由泳，预赛排名首位的李冰洁在决赛中体力分配合理。100米过后，她开始发力，并逐渐拉开差距。最终，李冰洁成功冲击4分钟大关，以3分59秒99夺冠，并将她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提高了1秒09。对，这次比赛也有一个就是来看一看自己冬训哪一些方面提高了，哪一些方面还欠缺一点嘛，然后就在世锦赛之前或者全运会之前再去弥补。国际上的话，有很多已经打破4分了，然后所以我觉得，尽量在世锦赛之前能跟他们缩小差距吧。我觉得首先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吧，然后这是最主要的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基础能力再有提高的话，我觉得会越来越好。